白銀自古以嚟都係財富象徵，由真金白銀呢一個詞語就足以反映佢嘅地位同價值。2025年10月中，倫敦白銀現貨價突破每安士52美元，比起1月初大約30美元，累計升幅超過70%，白銀價格創歷史新高。睇到白銀，好多人首先會聯想到金融投資或者首飾製造，其實白銀亦廣泛應用於工業生產，特別係高科技領域，因為擁有絕佳嘅導電性同導熱性，所以白銀亦係太陽能板、電子產品同電池嘅生產原料。目前工業用途佔全球白銀消費量超過一半。中國係全球最大嘅電子產品製造國，亦係白銀嘅主要消費國。2022年，美國地質調查局嘅資料估算，中國白銀儲量達到71000噸，佔全球13%。至於產量方面，中國喺全球排名第二。2024年，白銀產量係3400噸，而全球白銀產量最大嘅係墨西哥。2024年產量係6400噸。咁中國邊一個省區最多銀？中國白銀資源分布較廣，擁有大型礦床同產量最大嘅省區有內蒙古、江西、陝西同河南等等，而江西同雲南就係歷史上嘅傳統產區。目前中國最大嘅白銀生產基地係河南省西北部嘅濟源市，白銀產量佔全國大約19%。2008年北京奧運獎牌使用嘅白銀，全部都係嚟自當地。不過講到最重要嘅大型銀礦，應該係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北部嘅雙尖子山銀元新礦。呢一個礦喺2018年被探明，白銀儲量達到萬噸級規模，佔全國儲量20%以上。以白銀價格每安士52蚊美金嘅高位嚟換算，1萬噸白銀嘅價值將會達到160億美元以上。有媒體引述世界白銀協會統計資料，截至2023年底，雙尖子山嘅銀礦排名亞洲第一，全球第5。嗰度嘅原生儲量亦都達到8萬噸級。不過由於中國銀礦石嘅有用物質含量較低，加上國內需求大，白銀嘅對外依存度達到50%，要靠大量入口先至可以滿足需求。